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一个百工讲台语。今日啊，咱要来甲大家绍介的主题，就是我伫咖啡店讲台语。这几年来啊，咖啡这种饮料伫台湾真正足时行的，无论是伫咖啡厅还是利便商店，拢买得到种类啊真侪款，互人啊要啉的时唔知要安怎拣。若上班的人定定一透早就会去点一杯咖啡来啉，就连读册的学生有的爱伫读册的时来一杯尤其是有考试的时，讲安尼会较有精神。那安尼咱去咖啡厅、利便商店的时，要安怎点咖啡咧？今仔日个百工讲台语，对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句型。那讲到咖啡的种类会当讲是有够侪啦。咱上次常听到的，就是人客会点乌咖啡。乌咖啡就是干那咖啡，啥物拢无掺。这款也有人讲是清咖啡，就是华语讲的美式咖啡。另外一款真侪人点的咖啡，就是Latte。Latte也有人讲是牛奶咖啡，这就是华语讲的拿铁啦。这是一款牛奶比咖啡量更较侪的咖啡哦，所以啉起来牛奶味较高，咖啡味较薄。还有一种咖啡叫做 Espresso。这就是浓缩咖啡的意思。咱讲浓缩再浓缩，提炼再提炼。也有人讲这是意大利式的咖啡，就是华语讲的意式咖啡。那安尼咱是去伫咖啡厅，还是利便商店，要点这咖啡，要安怎讲咧？咱会当甲店员讲我要一杯大杯、中杯、小杯的乌咖啡。这时店员佫会问咱讲请问要烧的还是冰的？敢爱糖还是牛奶精？牛奶精就是华语讲的奶精。等咱拢选好店员就会开始准备咱的咖啡。那较内行的人客有的爱拣选讲我要一杯大冰乌，就是大杯冰的乌咖啡的意思。这几年因为咱台湾的咖啡文化正时行，即马有店家开始咧卖单品咖啡，就是用同一种用较好的豆来煮咖啡。咱若要点这款的，会当甲店员讲我要一杯哥伦比亚的日拍咖啡。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是产地啦，日拍是豆的处理方式。豆的处理方式有分做日拍、蜜处理和最细三种。安尼就会当点到你要爱的咖啡咯。上尾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：浓缩再浓缩，提炼再提炼。我要一杯偌大杯的什么咖啡？要烧的是冰的？敢爱糖还是牛奶精？一杯什么所在的什么咖啡？各位观众朋友伫咖啡厅用台语对话，敢是真有意思咧！念一下课大家得当去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